啦，以上就係本期講清楚嘅全部內容。主持人曉東代表編輯袁根生，感謝你嘅收聽。我哋約定你聽日繼續開講。一流灣區，一流生活。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，香港 FM 102.8，澳門、珠海 FM 105.4，廣州 FM 98.0，深圳 FM 101.2，佛山 FM 93.2。向遊灣區，心齊聲動。你覺得咩叫揾食啊？揾食艱難啊，揾得到啲有得食㗎。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。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。揾食未必艱難，揾食唔一定辛苦。聽揾食大灣區，一齊舒服揾，自在食。星期一揾食大灣區準時開始嚇嘛！今日咧節目裏邊咧有黎佳喺度嘅，咁逢星期一咧就係我哋創業有得揮嘅板塊啊！聽個名都知啦，就會關注咧就係灣區嘅創業情況嚇，咁尤其咧就係青年創業嚇，咁我哋會